聽啊，樓頂就係會攞菜同拖繩你愛買。全球最火嘅遊行活動，揚州拖繩即將開始。網頂嘅方床單和古怪團嘅演唱會，其實呢度知名退掉嘅是名字嘅，也無所謂門票特殊。大部分揚州人比咗郵電，包括樓頂位置，攏個請隻朋友退嘅。當然，直播位置是有出租嘅，主要還是自媒體。我23年嘅時候做嘅廳，發到廳子嘅偷全部的出去，照樣從佢直播個出去，之後呢攞兵。24年在門嘅時候已經是500咯。聽那直播樓頂是個陽台做緊攞萬元，陽台算人聽那攞菜，會開隻郵電聽那菜用職位。當然做一條費就正少，24年直到一條做8集，現在聽那是100。實際如果正嘢聽樣子嘅民俗活動，最後就地名通就好。直咩12點之後，人就有驚，就冇有錢。全國就是獨籍風嘅拖繩，就是怪那樓頂冇有錢，所以你嗌佢退呢，能夠明白票價，這是無可厚非嘅。